这个歌手曲君演唱着电视剧《华丽客停车》的主题曲《运转人生》，大大来唱红。本地是各大公司食买艺的啉春酒，烧钱要邀请的表演人选。但是，刚弄死着客停车司机，搁做伊落跑。即摆有袂少公司要求甲伊的表演来取消。另外，家属痛骂讲，代志发生到呾，拢要等袂着伊的一句道歉。艺人曲君顶个月27透早4点外，伫基隆信义路弄到路边啊排班的2个客车司机车驶来做伊走，其中一个姓李的司机送去病院抢救7天后依然救无完。伊运转人生穿起来袂少买艺春酒，拢有吹意。调衰消息一个出来，形象有够歹，真个公司要求取消曲君的演出，和主办单位真头疼。他很简短的就跟我讲说，那个吴大哥，你可以帮我把那个艺人换掉吗？因为邱军有状况这样子。这次事件最主要是卡在那个时间点上，因为尾牙旺季，这真的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买艺临时要换人，真正有困难。曲君本来安排好的所有演出，和网友抵制，拢有可能被取消。好像蛮多企业有邀请他，因为歌红嘛，然后年轻人喜欢嘛，艺人有负面的新闻出现，那一般企业行号的尾牙或者是一般表演，通常就不会邀请这个艺人，因为企业总是要有正面形象嘛。曲君调出逃走，敢有啉酒，也是有其他的原因，爱过进一步调查。像家属认为讲，代志发生到即马，依然无一句实理，袂当接受。为稳将唱出人生的歌，高捌伫 IG 自我介绍讲是冲浪系歌手，伊煞浪死稳将有够风趣。即马佫被发现讲，到目前为止还未公开说明甲会实理。佫偷偷修改这段自我介绍，互真侪网友点骂。基隆地检署表示讲，最近会传曲君告案，加速调查的进度。曲君的老母嘛伫面册写讲，因后生曲君会甲大家会实理。嘛要甲受难者家属讲一声对不住，会面对袂道歉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